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我哋繼續龍騎嘅故事。真絲喺度調查緊識三毛嘅青蛙，對於呢種特殊嘅情況，佢產生咗巨大嘅興趣，並將發現者同青蛙一齊合照。而喺旁邊嘅令子發現到後面嘅藥廠想調查青蛙異常嘅原因。其後，真絲嚟到優衣嘅咖啡店，表示自己冇地方住，佢嘅嬸嬸就暫借店入邊嘅房，不過要經常幫手店入邊工作而償還房租。咁啱聽到對話嘅蓮認為真絲十分危險，希望嬸嬸慎重考慮，但係嬸嬸認為蓮反而更加兇狠。之後真絲返回新聞社，令子認為生物突變嘅主要原因係因為藥廠嘅污染。社長聽到之後就吩咐真絲同令子一齊前往探訪，隨即兩人到達現場。不過原來藥廠嘅法律顧問係北江，令子聽聞佢嘅名聲好差，所以希望佢做顧問，想去證實藥廠嘅異常。但係北江拒絕，仲出言挑逗令子。佢見狀就氣憤咁樣離開。真絲想跟上，但係被北江叫停，並為上次發生嘅事道歉，亦以項目為理由，想令真絲開拓眼界，並且表示自己為慾望而活。但係真絲唔理解呢種說法，就產生咗衝突。返到咖啡店，真絲帶住不忿嘅情緒，不斷咁樣仇視蓮，意外咁樣整碎咗碗碟。嬸嬸表示失望。其後蓮主動接受店裏邊嘅事務，用專業嘅態度取得嬸嬸嘅贊同。於是嬸嬸作出決定，令蓮同埋真絲一齊住落嚟。第二日，令子嚟到大叔嘅屋企，撞破佢合成動物。眼見事情已經暴露，佢解釋係想令大家開心，令子就不再追究。但係佢離開咗之後，大叔遇上斑馬怪，並被切成碎片。喺附近嘅真絲感應到鏡怪物嘅出現，就即刻變身進入鏡世界戰鬥。龍騎跳起，但係被高處嘅斑馬怪打低，即刻陷入劣勢。龍騎就用鐵頭功推開斑馬怪，亦雙腳踢擊，用上 Strike the Feather， 利用無雙龍嘅火球將佢打飛。戰鬥嘅途中，鐵騎喺龍騎背後現身，龍騎用上 Final Battle， 伴隨住無雙龍嘅環繞，龍騎用上 Rider Kick 輕鬆解決怪物。但係戰鬥過後，龍騎遭受到炮火襲擊，原來係鐵騎不斷咁樣偷襲。以上就係今日龍騎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，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donate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